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赵云權阿權妹。大家啲客家嘅音樂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年，越來越多變。其實變化越來越多，阿權妹係咪知道哇？運動幸福做得聽到按到無共樣嘅客家音樂。今日節目當中，我要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客家嘅新生態嘅歌手。阿權妹頭擺冇認識嘅，阿唔過。根本一個後，我相信大家會對佢印象當深，還個會當想會了解佢，因為我知道有一些些的奇怪。叫做安娜，係咧清定一下嘅時候，可以發嚟佢嘅體重專輯，非常嘅有才情來分享佢，分享安娜。大家好，我是安娜 ，A.K. 清快嘅小妹。自己講很心虛啊，將自己講到嘴軟，是不是？對啊，我每次錄廣播也要一直講。所以你大概就會講亞基開場白，就是我也是做廣播自我介紹的開場白都是這個。清快嘅小妹，對，清快嘅小妹。為什麼要清快嘅小妹？因為我的專輯叫 Final Girl。Final Girl，Final Girl， 係講 Final Girl， 係講係英文嘅發，對，就是最後一個女孩。對。但是這個 "fai" 在客家話是壞的意思，就是清快最快嘅清快嘅小妹，很喜歡玩這種雙關遊戲。啊，客語客家話同英文嘅諧音梗，最近諧音梗非常的流行，所以年輕人也要來玩一下。Final Girl， 一種專輯嘅名係叫 Final Girl， 咁啊唔過唔單唱係清快嘅小妹嘅，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咩同也幾種專輯嘅風格有相關嘅。一開始講嘅。些乖，你大家看下專輯就好，專輯封面就好。有沒有看到專輯封面沒有歌手的臉？因為一般來講，那歌手出專輯，很多都看得到臉。有些現在越來越就是有走一個形象的感覺，不一定臉很清楚。不過基本上來看得到面，不過你的專輯封面基本上是看不到臉，而且還把頭直接砍掉。是故意的，故意的，做那個故意挑事做一件事情，因為我們要撇除那個偶像崇拜的可能性。哦，真的嗎？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安娜，你大家可能還沒有熟悉你啊，不過你要不要用一種專輯出街，就是帶着一張專輯來跟大家見面？先同大家來紹介你和七家，你看那片給客家人。我是在桃園埔心出生，然後阿公阿婆那邊是苗栗文水嘅客家人。哦，等於講爸爸、阿公、阿婆也偏係苗栗文水嘅客家人，然後大家一起搬到埔心平鎮那邊。哦，嗰時候對於談客家話來講，算係都談嘅事。談嘅事。哦，唔過講就是比較還在復健。你什麼時候想要開始認真就是講客家話？就做專輯的時候。真的，好，對，關於做乜嘅會有一種專輯，然後你等下再個好好來同大家講。來講真一種專輯，按到 Final Girl， 剛剛除咗講呀最快嘅小妹以外，韓國貴種專輯本有一種有一點詭異的氛圍。對，對，這跟你自己的個人的喜好有關係。對，我蠻喜歡看恐怖電影的。恐怖電影係哪一種？是像這種有鬼片，然後會後點點的항一下這種，還是說就是很恐怖，像那個會有那個從雲霄飛車斷掉，人飛出去那一種？絕命終結者。你喜歡看？我喜歡看女性復仇。女性復仇，或者是一些砍殺片。砍殺片就是要很女性自主，然後有一點非常的就是爽片，正義被實踐的感覺。對，爽片。哦，然後有血腥一點的是 OK 的。像什麼仲夏夜也很喜歡。哦，就是喜歡血腥的女性復仇的爽片，還有一點科幻元素的奇幻元素也很喜歡。對，所以通常按用嘅片呢啊，第一度都會有一個最後的幸存者。是不是也跟這個專輯的定義也有關係？對 ，Final Girl 這個詞就是，在恐怖片裡面的角色原型，活到最後一個的女性角色就會叫 Final Girl。你真的很恐怖片耶！看一下，就是裡面的專輯的，不管是專輯的內頁啊，或者是裡面的夾頁啊，都看得到，就是有一種詭異的感覺在整張專輯裡面。我們其實有取樣《沉默之秋》的 PS3 的 DVD。你說這個嗎？就是最後一頁的最後一頁那個縮圖，有點像《沉默之秋》的 PS3。
对，所以做嘛该会老大家来分享安娜，就是因为佢真嘅有一些奇怪，包含大家也还看到嘅那种相片，它印在他的专辑本的背面嘞。对，就是那个出门经哦，来同大家分享一下，那张出门经係乜嘅意思？出门经是我阿婆，我从小要出门的时候，阿婆都会说要念出门经。然后这张是我阿婆的名片的背面，然后上面有掉一些字，是因为我已经从高中用到现在，好有趣哦，被我摩擦到有点掉字。所以从小阿婆就会表亚都念给神红，然后你出门都要念出门经，出门经，会叮嘱我要念。这个字我没有读过哎，我也是，好像只有在我阿婆那边看到。对，好，所以总之呢，这要从专辑中的当中，安娜自家嘅风格，其自家上嘅都要专辑底度呈现嘅用嘅本大家看。相信大家对佢也係聽咗懂義父。董上的第幾種嘛，該不會上的創作按用嘅一張專輯，還是客家專輯？為什麼會從這個音樂嘅創作都真正來創作一種客語專輯，而不是其他或許你不需要花那麼多力氣的語言？像我第一個出的 EP 其實是做爵士樂的專輯，是跟我的樂團叫 Thursday Off。然後在念大五的時候，去旁聽了呂少純老師的一本編曲課，然後但是那時候還要做畢業製作，所以我一直翹課。在做作業要交作業的時候，覺得說很怕被當，所以想要更有誠意一點，我就把他的作業本來是編曲作業，然後再加進去我自己的創作，可能就是 freestyle 一些東西進去。對，然後老師就覺得就鼓勵我說，要不要一起去報名去投補助，那個本土語流行音樂補助。然後你那個作品是客家的作品嗎？你說之前的就作業的作品作業作品不是，但是老師鼓勵你去投客家，就是本土語言的補助，因為他知道我是客家人。所以就是一方面發現到你嘅作品可能已經很成熟了，然後老師覺得很肯定你的作品，然後希望你朝就是補助的方向去努力去練習。對。所以張飛有亞客家專輯嘅出現，因緣際會之下。對，那像當初你曾經有想過，因為我知道你是念很接近的科系，對不對？對，我念台南藝術大學的應用音樂系，所以算是本科出身的。對，但我主修是錄音混音工程。就比較不是創作。對，大概大3才開始玩樂團。所以像這樣子的創作過程，你有設想到講你以為你會出安永的一張專輯嗎？沒想過，就沒有想過會發一張個人專輯，更沒有想到會是客家專輯。這個從頭到尾，你大概累積到出專輯差不多花了幾久的時間？其實拿到補助之後，我才開始寫，然後從田野調查，然後到就是真的創作出來，然後編曲、詞曲，然後自己做 editing 之類的錄音，這樣大概1年。1年聽聽，算是很趕，很趕，好趕。而且你幾乎都是一人作業，對不對？那老師有協助我，給我一些建議跟方向。1年的時間，愛做安永嘅一種專輯，韓國係對於客家話來講已經有一點陌生了。對。但是你想要把你的我覺得你自己過去的自身經驗，再來到一種專輯同大家來分享，包含一下愛同大家來寫嘅一首歌曲。這首歌曲我知道沒懂 TP，它叫《如人》。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亞達斯大家可能已經懂上風，已經有點陌生了。但是我想長輩可能斯泰尼亞的為他蘇斯亞達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那時候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我去買了一本書叫《客家女性》，然後是張念婉老師的書，然後我在裡面翻，就是因為我想要去了解說，我想做一張客家女性書寫的專輯，但我不想很片面的覺得說我是女生，我是客家人，我寫出來就是客家女性書寫，我覺得這樣太薄弱了。然後我看到裡面有寫“如人”這個詞，還有“補紐”這種詞彙，我就覺得說“如人”是我沒看過的詞。就在去年的年夜飯，我就在飯桌上詢問說：“請問我們家的
我们家的族谱在谁那边，我可以看一下。结果发现，真的全部女性的祖先都就是有被记载，都会写叫印尼族人。但是如果是一些阿叔公、阿爸公之类的，他们会有一些称号，什么公、什么公、什么之类的。其实，但是女性的话都会下印尼亚当斯。对，然后就想到我阿婆很爱叫我要忍耐，然后我里面就写说，试试看吧，就是所有的坏事都做一遍，然后所以就因为阿婆跟那个 Final Girl 是一样的啊，因为阿婆从小就讲爱忍耐啊，坏事情唔好做啊，所以阿婆也就会爱乖乖。对，这样问一下阿婆是不是？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对，但是你想要改变爱永清传统的想法，甚至你看现在阿婆的第族谱上面只会被写鲁人，对，没有其他的什么抬头在上面。就是想说，我们不会名留青史的话，那你想做什么，就大家都可以去做什么，可以去做自己。所以亚述狗 Q 没送黑，不过你去甲没送黑本阿婆的狗哎。对啊。哦，对，故说你可以一个青春客家语言客家文化的一个小阿妹的牢记青创性的音乐，不用到亚种段是同大家来见面，还有同到故事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嚟，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隻真好上嘅新生態嘅客家創作歌曲，按到 Anna。剛才有講到佢係因為愛從此去突破，然後去練習，韓國就申請到一隻本土語言嘅補助案，然後就開始短的時間創作出一種專輯，韓國。當用心嘅係唔單槍，就是用客家寫歌詞聽聽。其實你連地度嘅內容都想愛同自家嘅客家文化有相關。故說人家同大家來分享嘅語言也是歌曲。其實那個企劃啲同係順稿嘅時間，其實我們愛啲語言也在思謀。其實你完全冇看過，因為我的族譜被電子化了，你知道嗎？我翻的族譜的時候是它都快脆掉，我很想看。我這樣子要翻的時候，它感覺都要碎開了。我很想看我們家的那個族譜，不知道在誰那邊。等下我拿來演一下，因為按用感就有可能都得看到語言也在思。對，然後我覺得用語言也在思來寫傳統同現代對小阿妹一類，我覺得對自己的期許也好，給阿婆的一個心態的建議也好，我知道也係一類挺好上的一種想法，都得同大家來分享。啊，除咗也條歌曲以外，寫本阿婆嘅歌曲以外，沒有一條係寫本自家嘅歌曲，而且很幽默，就是還在自嘲，用自嘲的，對。是寫給你自己的吧？對，那時候太窮了，真的啊！就專門給那個 AV 到某班店前下一條歌曲，我同大家分享一下。那時候在做專輯，就是我全心全意投入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但我還要忙着繳房租，所以我還要一直去打工，然後去支撐我的房租，然後覺得好窮哦，然後騎車的時候覺得好可怕哦，但我沒有保險。就覺得說客家人不是來台灣300-400年了，為什麼我還是冇半點錢？就 Vito 也寫一條歌曲，然後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阿婆的出門經，就是出門經，就是不用到一條歌曲裡面，你還真的把它當歌詞唱出來。對啊，4大金剛還在路，8大金剛護我身。很好笑哎，而且韓國那個冇名冇 lucky 的那個耳朵擺閻羅王唱冇愛帶愛走，然後就開始念出門經。對，結果我上個月就出車禍了。我撞到一個文山區居民，我說可不可以放過我？我一個晚上賺不到2000塊，我在上班路上撞到人。等一下，你現在在講這個故事，此時此刻電視上面放着《出門經》，你知道多好笑嗎？我就是可能那天沒帶在身上吧。哦，所以《出門經》你會一直都帶在身上？對啊，會盡量一直都帶在身上。哇，好好笑！聽說這個車禍的故事，後來還有試圖想要印成 T 恤。對，我的裝幀設計師李李就把它做成了一
件 T 恤，我都说在这个 case 里面，我负责出图跟出事。呸！啊，破地天使小姐，我讲呸，唔好讲压掉摩吉利给发。好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的想法嘛，对不对？你想要，我觉得就是有保佑，我才没有怎么样，没有大伤，我完全没有。出门金还是有保佑的，所以大家就是买一本那个 Anna 的 Final Girl 要怎么走西，出门影本。唐共银行就是把你的出门金送给加本银给朋友。对，因为我昨天去送机，但他的机票3000块飞泰国，我觉得我不相信他。可是我很常买3000块飞泰国，我觉得哈3000块真的会安全降落吗？你这带着啦。算是你的祝福，对，你把这个 Apple 给爆品哦，你给祝福送给你的朋友，没错，好啦，很有趣。我觉得很常你给想法真嘅目标，你看你是人生嘅什么嘅家的，那我今天啲想法嘅身上冇嘛嘅钱的时间做在下一条狗 Q， 所以咧。CC 给茶佛做的老雅天事情化为一个有点幽默的自嘲。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想要请Anna 分享一下，都 ADHD。哦，因为那时候要做这张专辑需要投入太多的心力了，可能你同时在 editing 的时候要写新歌，然后同时又要再编其他歌，然后就觉得说我的身份切换一直我没有办法。现在是 engineer 工程师，然后一下又是创作者，然后一下又是编曲。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好过动，然后我就会一直来回踱步，然后那时候还会冲很冰的冷水澡，让我自己清醒一点。这么严重？对，因为我可以30秒内换4个话题跟你聊天，我现在在压抑。真的假的？害我很想看歌词哎，你歌词低度下来吗？该就是说记不得什么事做了，什么事没做。然后一直被眼眉上的倾向，晒晒又不也来转去耶？对，来转去。好了，这好像大家都会发生诶，蛮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像是一模含的时间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某天得不会牢记下周一条狗 Q， 不过 Anna 就把它写出来了。对，而且我还取样了 Anomaly 的 sample pack， 它刚好是一个。一直很跳的一个 baseline，就会让人觉得一下在那边，一下在这边，都很难对焦。我觉得 Anna 都在同台搞了分享一下。虽然我们现在看的是就是专辑的这个视觉，但其实规个音乐的曲风底度是很多变的。对，视觉看起来很诡异，但是音乐我觉得是蛮多变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音乐的曲风。我就把我喜欢的，因为我在唱片行工作，所以我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音乐，我就把我喜欢的都做了一遍，像是 post punk， 就我很喜欢 New Order， 我就写了 Tell Me 这首歌，就是做的很 post punk。然后那时候很喜欢 Massive Attack， 我都听，因为我们唱片行卖西洋比较多，然后那时候就喜欢 Trip Hop， 就写了 No Man's Land， 然后喜欢一些 R&B 的东西，就写了《阴影》。然后喜欢 Synthwave 就写了花的自白。所以其实你是用很多不同的音乐曲风去拼凑这一张专辑。对，但你当初在写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用很多种不一样的曲风来做一张专辑，会显得有一点困难？因为可能有一些曲风不见得是，因为你没有一个路线可以一直依照这个路线套的前进，你必须要一直每一首歌就会重新来过，会感觉。其实没有，但是我后来拿去就是其他唱片行的时候，唱片老板跟我说：“你要精英要怎么报？你要报哪一类？”我说：“我完全没想到哎，我就做自己开心哎。”对，所以但我觉得做自己开心也很重要。对。但在里面的曲风，按到某空用的曲风底路，有那一条黑你吃到懂困难的，是对你来讲，可能这个曲风不一定你这么熟悉，然后唱起来或者是做起来，吃到懂挑战。就是《某班酿浅》这首歌，其实是我很喜欢澳洲有一个曲风叫做 Egg Punk， 就是蛋朋克，他们喜欢用一些很基础波形的合成器跟很直线的鼓跟吉他去做。但是虽然说我很小就喜欢朋克文化，也一直在就是这个场景有受到训练，对，但是我自己表达方面的时候，我比较不是这么直接表达的人。然后这首歌是柯志豪老师制作的，在
录音室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是读录音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那我现在就是离麦克风要多近，然后就觉得说我要怎么去演绎，很细致的呈现。但他就问我说，你最近有在表演吗？我就整个就是恍然大悟，就是对耶。就是其实录音的时候，不只是要把动态细节做好，其实是你的表演性要出来。我就恍然大悟了，就是原来录音是这么一回事，也是一种表演。所以你从亚述狗 Q 亚哈 N 糖豆给亚述狗 Q， 你都6音色底度为时间。你想象的让他表演，是你想要给这首某班调前一点更多的情绪。对。但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跟其他歌的诠释方式很不一样。就不是说我音准一定要唱得多准，要唱得多好，音要拉得多长。对，就是要够怨对，要黏弹。懂听哎，就某班调前这种感觉。哦，所以其实这亚美黑算是一种新的呼吸。对，就是放开来去发疯，对，去发疯。所以第一 Q 风来讲，也得音乐给像这些配合的制作人也给你非常多的让你有新的体验。也还讲去从此某 Q 用给音乐 Q 风，出题呀音乐爱下一种客家专辑，因为你跟他看歌词，其实歌词底度跟客家发一抖。对，那你可以有唱爸爸妈妈、阿公阿婆，有找家人帮你吗？我就是太害羞了，因为他们会很担心我到底在干嘛。就是某班店欠人家狗屎，说的你个下巴该东西。我有一次在平镇的社区唱某班酿前，我一下台就有一个不认识的阿公，然后说按腿沟，我爽到不行，超爽的。他说这是我要的。所以要狗子爸爸妈妈、爸爸还有阿公阿婆可能没办法不你亲口给演你，所以你是另外再去找客家话给语言指导老师。对，那时候因为我们都喜欢朋克乐，所以我就认识了腿沟的阿伦主唱。对。然后我那时候住中立，所以我就会每个礼拜搭车去他工作的电台，然后去找他写说我这样子写对不对？然后也在那边认识了很多其他的歌手，像是功德啊，或者是钟伟，他们都很帮我，都会陪我一起想说3个字要加什么。因为你原本是下法语写华语，然后要再把它翻成客语。最一开始是这样，但到后面几首歌，我试着先写好客家话，然后再拿给他们看，说我这样通不通，对不对？掌声鼓励。也知道同站的按段的时间做的尽量把客家话念进来，韩做的创作出客家嘅音乐真嘅都冇简单，还有内容同故事要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个进来。好，非常大家有種到歡喜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 Anna 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家嘅新專輯，一直在講你的專輯很怪。都忘了恭喜你出新專輯，這真的是一件非常很不容易的事情。還有老客家話驗證來，老客家文化驗證來，伊個輕巧上嘅聲啊，也同大家來分享，直接用一種輕有誠意嘅客家專輯同大家來見面。接下來相信還有韓卡多嘅作品，等下可能沒會有講到一些些咧。節目當中有一個富熙卡拉 OK 這個小小的快問快答單元，我覺得很適合 Anna， 要很快速的回答我。第一題，係講田當空跌1000萬，跌到人家面頭前，第一件事情我會做乜嘅？飛去國外找我朋友。哪一國？德國。德國真嘅會動到錢哦，要平常時去不起，太貴了。對，好，去德國。第一，最近在腦中循環播放哪首歌？最近很喜歡 Maro 的 Kiss Me。我以為你要說，嘿，你去咖給某班店錢。自己聽自己的歌很那個自戀。因為我剛剛你知道我們上一段聽的，我現在腦袋裡面都是那個噔噔噔噔那個旋律在腦袋裡面，對，很棒，洗腦。好，上下來第3題，黑公本你去做恐怖片，讓你去演恐怖片，你最想演什麼角色？就是砍人的那個啊。就是實踐你專輯視覺的那個樣貌嘛，對不對？好，
第4题，黑讲有一年你想了，全世界都猛配3年，枪存你一傻，只有你一个人，全世界都没有别人，只有你一个人，你会做嘛该？应该会去爬山，或是跟猫咪玩。不是啊，平常也可以做这件事啊。只剩我一个人的话，全世界就是都没有人了，只剩下你一个人。我可能会就是找方法让我不要活那么久。真的？乐趣在哪里？哦，所以虽然你很怪，但是你还是会希望有很多朋友在身边。对啊，对啊。哦，我觉得如果是我，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可能会蛮自在的。好，I 人。对，I 人。好，如果你有超能力，你希望是什么？瞬移吧。这样可以省很多计程车去德国就可以去德国，飞机钱什么可以瞬移，然后我可以睡到最晚，然后再瞬移过来。哦，好，这5题跟音乐都没有关系。音乐是工作啦，音乐是工作，对。但是呢，这个工作其实俺知道安娜老几周都亲后，因为其实你也是。第后西北史节，第托属为史节就会托亚本科系出身。你很早就决定你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没有高中的时候可以繁星，然后发现说，这个100块可以上，要不要去？我就乱填，我都填上了。真的？对。所以一开始你也没有想到你可能会走这一条路。对，我没有完全没想过，本来以为会去当什么社会学家，然后但是就拖啊就读出兴趣，就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件以后搞的事情。因为本来就喜欢听音乐。对，因为也知道呀哈，那唔单枪做转系，其实其他的工作也是跟音乐有关系的。对，有6、7份工作，6、7份工作都跟音乐有关系，跟东善忙哦。对，拼啊，很努力的做，不能在某班亮不能在猛抽，所以这一张专辑算是你的一个给大家的宣言，对不对？就是我出来了。对 ，Anna 出道的宣言。那我们一块事务共都要整体的视觉非常的特别，而且里面hip hop 的胸片啊，唐贡算是一个大冒险吧，对吧？啊，对，我们那时候跑去一个废墟俱乐部拍。超恐怖的，我看这照片就觉得蛮恐怖的。所以我们在天黑前就赶快先撤了，因为觉得在里面会太危险。是给大氛围让你觉得很恐怖吗？我很害怕踩到什么玻璃，我可能就破伤风之类的，这种恐怖。那干嘛要去这里拍照？这恐怖啊！想要营造你像二本泰嘎甘肃都给氛围，它也很有一种末日感，我很喜欢这种。大家都，因为它原本是俱乐部，应该是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很开心的地方。等到你的手才，现在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残破不堪，然后很多只剩虚华、涂鸦这样子，然后你们在里面拍摄，单枪按钮哦，像这一张我觉得超恐怖的，这张你脖子要扭到了吧？这样子吗？哎呀，好恶心哦！我去给马屁耶，有没有一张小猫耶？按钮 hip 感觉转是一个胸片，我真的是想不透哎，这个女孩。原本其实喷很多血在脸上，但老师不给我用。太恐怖了，是不是？这个超恐怖的，有没有？那 Taylor 有。很可怕哎！那天出去的时候，发现那个血是擦不掉的，我脸就红这样红了一整天，好好笑。南腔按钮，因为节目底度一般来讲就是会播歌手的 MV， 但是我看了 Anna 的 MV 呢，胸控不行，会被 ban 他打天师都唔得。都在播，跟大家讲一下是哪一首歌的 MV？ 是1111的 MV。他是收了破给马该东西，不该都唔得播出。因为我们的导演是刘丽，就是乐团圈还蛮常会找他拍 MV，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些枪械，但是幻想的故事啦，是有趣好笑的故事，然后有点反讽我们现在的状态的叙事方式，那里面有枪，就不能这样播。对，但是我觉得，你当初觉得导演用这种理念写，就是创作你的音乐，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很喜欢这种轻暴力美学，就是这是一种某种出口，它不代表说我对待人、对待社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但是
某一种宣泄的出口跟幻想。哦，我分享一下，有看个 MV， 我觉得其实蛮可爱的，就是青春可爱。当然我怕那个阿公阿婆看到哈嘎天师团有拿着枪指着人，会心里不太舒服，所以我选择没有放出来。啊，不过也是都看到一个很上个像，那样可爱爱的，那边拿枪，有一种反差的感觉。对，所以好，对我觉得这是一种自己想要表现的一种风格。气嘎兄会呈现的用诶，韩国妹黑有懂得艺术家很多创作人给这张专辑给他很多的能量，包含你有 feat 一的歌手，有跟其他的歌手来合作，来介绍一下。有我的《膜拜酿前》是跟洪根生的鱿鱼合作。哦，很会唱哎，你跟他一起唱会不会觉得很紧张？他超强的，他直接走进去，然后不到半小时我不知道，应该差不多不到半小时就好了。我是在旁边就这样。就很扯，然后之前也有跟鱿鱼姐姐就是有打过招呼，然后就是关系还不错。哦。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是跟王志平老师，那因为我知道 LA Boys 小时候，然后也知道说那个蔡依林的说爱你的后面的也是王志平老师。对。然后唱完以后我就觉得说，我蔡依林，我超爽。你确定王志平老师有同意吗？我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机会去请到王志平老师来做这样子的合作？制作人老师，吕少纯老师跟王志平老师关系不错，然后就有这样子的想法。而且王志平老师没黑客家人。哦，对。所以有这样子很难得的合作，是到对一个张开是出来嘅很上嘅故事来讲，一定是很大的学习，也是很棒的肯定。有吓到，很棒哎！所以大家真紧做得好好来期待下Anna嘅转型。其实大家真紧做得用心听，唔但像迄歌名韩国内容，大家要做得去关注Anna嘅她的粉丝专页啊，有很多的内容，她会自己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藏了蛮多的小细节在里面的。这整个企划故事是很大的一个长片。对，做得好好同大家做得来好好认识佢、了解佢。韩国转型向下来出来有要咋周边商品，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你有去松本阿公阿婆走还吗？我就去平镇，然后因为我有朋友，他家就是会有一群阿婆很常打麻将或是聚在一起，然后我就请我朋友说，那你可以送这些衣服给那些阿婆吗？然后后来他们就捕捉那些阿婆穿着这件衣服到处可能倒垃圾、讲电话的照片，打麻将的照片。你当个什么感同大家讲？上面写客家姐妹，就是陪阿婆照客家姐妹的。对啊，他们衣服不管几岁都可以当姐妹，很可爱，超可爱的。然后这个是专辑的周边商品同大家来收嘅。节目前面刚刚有讲到，Anna 其实一直伫个做同音乐有相关嘅工作，也还有一个其他嘅工作，喺伫啊天台地度做客家音乐嘅创作，好冇？我们的节目叫做《音乐台乱斗》，台乱斗。对，其实这个去年底啊，广播金钟拿到动态嘅肯定3座奖，那跟我没有关系，你今年压力大了，紧张。但是其实你知道要在节目嘅歌唱当中，你会懂欢喜嘅，对不对？我觉得好好玩哦，因为像我们可以把一些摇滚乐改成电梯音乐，或者是改成慢摇，我很喜欢这种爆改人家作品的感觉。而且就是有取得合法授权的爆改，没有错。然后完全发挥人家音乐去创作嘅，对，所以大家真紧做得好好来关注下嘅客家嘅好上朋友 Anna， 做得来好好期待一下佢未来嘅创作哦。希望 Anna 的专辑大卖，然后有更多更棒的表现。谢谢。节目请你什么 Anna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什么大家？没什么天时给条件观众朋友嘅时光休息一下，共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数签赞，韩国啊客家天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签赞订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